高雄市有一个外国人向议员来申请，讲伊发现这市内呢几来个避难的地点，毋是伫加油站，就是伫个驾驶行，甚至阁有当咧起厝的工地。这议员是要求高雄市府爱好好检讨。原来市长陈其迈是表示讲，会要求相关单位赶紧来改进。 警察局人员大力拆掉条仔顶悬的避难所指示牌，因为民众根据内政部的避难所地图去追溯发现，竟然有避难所设伫咧加油站边，甚至阁有驾驶行甲当咧起厝的工地，实在是伤憾。民众向议员申请，代志传开了后，警察局跟派人来拆牌啊。有住伫驾驶行边的民众讲，这哪会是避难所？伫遮你感觉会通吗？袂通。 会惊啦，爆炸，大型爆炸呢？不知道为什么会贴章啊？为什么设在这里？我不太清楚。那你觉得设在瓦斯行应该不恰当吧？怎么说？啊，瓦斯行本来就跟加油站一样嘛。真正的是一位外国人，伊讲因为国际情势紧张，这种物件爱提早做好准备，家己嘛是为着要保护亲人，想要到地图内底资料，毋是地点无适合，就是对应的所在无到达。 伊毋是为着要指责倒一个单位，你是希望会当为台湾社会尽一份心力。对此议员认为，好好的代志做到变安尼，对中央到地方政府拢需要检讨。准备这种事情要做很多事，有很多人，所以有可能有不小心突然发生事情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我对政府可以协助一下，帮他看，告诉他，小心，我看这边有错误啊，我觉得这样才好。 的防控避难点的一些设置跟部件，那不要再敷衍了事，好，那也不要再说啊，我今天就是有来盘查，我有来贴单的就结案的，在最短的时间，那警察局跟这个公务局尽速把这些错误的资料更正。防灾避难所是由警管处提供地点，给警察局去打指示牌，但是一个无再三查证，一个干那负责打无协助汇报，市长陈其迈除了道歉以外，也要求相关单位爱检讨改进。记者柯家族、邱朝阳、高雄场报道。